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旧约圣经出埃及记2章1节到10节，白话伫圣经第61页。其他版本请看荧幕。出埃及记第2章，摩西出世第1节，有一个利未族的人去娶一个利未族的查某囡仔，迄个妇人人怀孕生一个囝，看见伊是清秀的囡仔，就劝伊3月日久。后来看袂阁劝得，就为着伊取路得仔的伤，用石油甲沥青糊伊，将囡仔下伫迄内面，落伫河边芦苇的中间。伊的大姊远远徛地，爱知伊会拄着怎样。第5节，法老的查某囝落来河里要洗浴，伊遐的女婢行游伫河边。伊看见芦苇的中间有伤，就找一个女婢拿来，掀开，看见囡仔，看囡仔在哭，伊就任命伊讲，这是希伯来人的囡仔。伊的大姊甲法老的查某囝讲，我去伫希伯来妇人人中间叫一个尼母，甲你摇即个囡仔，好无？法老的查某囝去甲伊讲，你通去啊？查某囝就去。叫囡仔的老母，法老的查某囝甲伊讲，抱即个囡仔去，甲我摇伊，我要互你工钱。妇人人就抱囡仔去摇伊，囡仔渐渐大，妇人人就带伊到法老的查某囝遐做伊的囝。伊甲伊号名叫摩西，讲因为我对水灵救伊出来。咱继续看出埃及记第6章20节，白话伫圣经67页。出埃及记第6章20节，暗兰娶伊的姑约基别做某，伊甲伊生阿伦甲摩西。暗兰享受137岁。以上，请本人老团老来讲道题目是“赢过风影无得惊，乘风破浪没在怕”。兄弟姊妹平安。伫限水2天了后，今仔日咱对河水中来甲上帝圣殿，我相信咱的心情就跳欢喜，因为咱的主知咱的需要，咱需要河水。这位上帝就是这么奇妙，知影咱的需要，供给咱的需要，因为伊是永远听咱的主。咱斗阵来祈祷，听完阿爸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这么听阮。你用永远的主爱来听阮，主阮知伫人生中间有真济阮想袂到的时阵，有落雨，有风台，嘛有旱灾。主伫台湾这块土地，主阮咧限水的中间，主你听阮，你赏赐对你天而来稳定的雨水，互阮，滋润阮土地，嘛滋润阮的心。你知阮的心需要你稳定的雨水，主，阮感谢你赏赐话语，互阮成做阮生活的帮赞。恳求你启示，互阮今知你今仔日要对阮讲的话。阮本来看袂清，听也听袂明的，主，恳求圣神这个事伫阮的中间。主，阮要恳求你，互阮听了。阁会当去行出来，阮安尼恳求感谢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有一个真聪明的人，伊要去新的土地，伊要去探险，伊对家己的哲学甲科学真有把握。伊一边要去过一个河，所以伊就请一个船长来甲伊顾船。伫个顾船中间真无聊。就亲像咱的生活，敢若伫个行船，有当是看，敢若看到海水；看也是敢若看到海水。咱的生活有当是每一天咧遐顾，为着咱的顾腹肚咧遐顾船。人生亲像海水一样。这个有智慧的人就感觉，哎呀，真无聊，来啊，来开讲，就来问这个船长讲，你敢捌天文地理？这个船长目睭无神咯，毋捌，就亲像咱的生活，目睭无神，顾腹肚啊。
这个聪明的人，佫问伊讲：啊，无你敢捌迄个铁壳？捌。啊，上无你嘛捌历史嘛？故事真好听。毋捌。哎呀，你人生佫去1/4啦。毋捌天文去1/4，毋捌铁壳，你佫输1/4啦。毋捌历史，你佫人生佫去1/4啦。3个1/4，哎呀，这个时本来无风影的，来一个小高音，这个船船啊变过，哇，竟然收水啊！这船长紧收到海岸迄边，伊看到迄个有智慧、聪明的人，但是这个时有智慧的人就问伊讲：“你会晓收水咧？”我聪明的朋友啊，这个聪明的朋友安怎？看伊的表情就知，会晓袂晓？我袂晓收水，较紧来救我。这个聪明的人，你咧海岸讲，安尼你就输去你生命的拢总啊！兄弟姊妹，伫个人生中间，咱伫个行船中间，人生就亲像行船。你的生命中，你看重啥物？你敢有把握伫你人生中间重要的物件？这重要的物件是关系到你的性命，关系到你永远的性命。刚好咱今仔日要斗阵来学习，咱要爱伫咱的这个人生中间有风有影，咱的危险，咱的跋落水的内面，就亲像这个人同款，咱可能袂晓收水，会晓收水的人请举手。感谢主，伫海岛前，咱会晓收水哈。袂晓收水，无要紧，嘛有救哦。因为咱的主会对水的内面，甲咱怎啊扭起来。今仔日经文上尾，伫第2章上尾第10节，安怎讲？对水甲扭起来，有一个人的名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或者咱即马伫个水的内面，今仔日上帝要对水甲你扭起来。有主伫咱的船长，咱就无惊吓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赞哦！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愈来愈无惊哦。唱声，唱声代表咱有信心，咱有上通好挖靠。感谢主，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阿门。总是咱毋是戆戆，干那欢喜的尔，免惊啦，其实惊到要海去啊！咱所惊出来的，就是惊到要海去。所以咱伫个人生这个路程中间，咱要来看，咱要行船，咱总是上帝要互咱智慧，知影讲有啥物种的海影，有啥物种的海影，就是真惊人的风影。咱人讲无风啊呐，就无有影，对无？咱看今仔日的经文。这个影是对倒位来啊？这个影真惊人啊！伫出埃及记，咱今仔读经文前一章，咱今仔要看，甲前一章，搁看前一卷创世纪，因为这是连斗阵的，看到上帝的恩典一直刷落去，一直刷落去。今仔经文头前出埃及记，一个真惊人的风影来啊啦！竟然是安那查甫囝的，恁拢爱甲伊核对。河内面一切查某囝拢安那，查某囡仔才要留的，查甫囝拢要甲翕咧河内面。恁是查甫囝的，请举手。拢毋是查某囝，哎哟，这个事拢毋敢举手啦吼。即摆这个事紧甲藏起来咯。这个惊人的风影，拍上这个鱼鳖来人，这个船，这个大船。是安怎？这埃及的法律会讲这个命令咧？咱要看这个
规个一个代志原因是对倒位开始？咱要来看，伫上帝照着约瑟伫埃及的所在，伊做宰相，你会感觉真奇怪。伊是希伯来人，伊哪会使伫埃及做宰相？咱就对创世纪来看，46章的时阵，咱会看到约瑟伊伫埃及做宰相，是因为伊的兄哥嫉妒伊，所以伫伊的这个迦南的所在，甲伊安那设计，甲伊卖互埃及遮个咧做人口咧卖人，甲伊载去埃及卖互埃及的人，总是上帝的圣手扶持帮赞，互伊伫风卖中间，上帝介伫地，互伊有一种恩赐，就是会当解梦，啊，佮有伊对上帝每一句话，伊拢真认真咧执行，伊无来做上帝无爱伊做的代志。因为各种的原因，互伊伫个一个法老迄个时阵有做一个梦，伊将伊来帮一个法老来解梦，讲有7年的一个大丰收，你爱好好甲这7年的大丰收的物件甲捡起来，因为有7年的旱灾，就亲像咱即马台湾共款，总是咱台湾无好的宰相，无准备，是安那台北水足济，咱桃园都爱限水咧，这是咱爱来想的。咱是今仔日，咱若是坐伫即个位的，咱就恳求上帝爱互咱有智慧。总是若是即种者，咱爱定定为伊来祈祷。迄个时阵的埃及法老，就是听到即个上帝囝，伊嘛知即个约瑟有即个大权能，是因为听伊的上帝甲伊伫地。伊才有即种权柄，所以伊嘛尊伊做大，甲伊扶持做宰相。当伊家己家乡、伊家己厝的人嘛旱灾无米粮通食的时阵，伊的老爸带伊遐囝来到埃及的所在，甚至法老互因一个所在真正丰富的所在，叫做歌山。这个所在不但土地真肥。啊，搁一个国王法老，互因配给，互因真好的一个食物。不管因伫遐哪来哪成长，人口哪来哪济。圣经伫创世纪47章27节安尼讲，以色列住伫埃及歌山的所在，因伫遐哪来哪济人，而且哪来哪丰盛，哪来哪大群。伊的后代就是以色列。人愈来愈多，甚至遍满埃及的所在。咱对遮通好看见。如果咱若是一个执政者，看到别个国家的人伫个咱的土地愈来愈多人，实在是一个压力啦。而且这是有关生存的压力。咱看到埃及这个法老新上任的，伊毋捌，伊已经袂记哩啊，毋捌。这个约瑟，捌安那帮助因度过迄个难关，因为因对迦南地来到埃及歌山几年啊？400年。400年前，咱的祖先的故事，咱敢爱记哩？400年前就宣教士来到咱台湾嘞，可是咱当礼拜是庆祝几年？150年，无去几百年是咧倒，咱袂记哩啊。其实400年前，荷兰人已经有甲福音传入这个所在，所以咱袂记哩，因为人会袂记哩，埃及法老袂记哩，这个祝福希伯来人的上帝，连希伯来人家己嘛可能袂记哩啊。所以伫这个情形中，埃及的法老就出这个命令，这个命令真惊人，因为这个命令毋是干那查甫囝死而已，这个是讲到一个民族要去互灭族，要去互灭族。所以伫咧咱人生中，同款有这种的封印，这个封印是世世代代以前就已经存在啊，就亲像台湾。悲惨的台湾吗？
咱一直互通知。台湾一直伫几百年来，上近的咱甲中国大陆，咱一个结构性的，咱伫即个所在，咱要埋怨嘛？伫即个所在，即个封印内，特别是即几年来，咱的经济，咱伫即个时阵，咱的囡仔伫即个时阵，即个封印毋是咱有法度掌握的，已经来啊，已经咱的船来啊，咱要安怎来接受即个封印？有主伫咱的船顶，主要甲咱伫底，咱真正毋免惊，总是咱来知即个封印对倒位来。咱的家庭中可能嘛有世世代代，恁厝的可能有过去的恩怨，真干那看重查甫囡仔，无看重查某囡仔，致到家庭中真济的伤害，甚至咱家庭中有人是跋筊，有人是啉酒，酒瘾的伤害是世世代代。搁较济是自杀，咱无要伫即个封印中间被风拍倒，因为主要甲咱伫地，咱要突破即个世世代代对咱的合作关合，因为咱的上帝是赢过即个的，所以咱无得惊。即个消息，即个封印虽然真惊人，总是有主伫咱的船顶，要互咱突破遮个。过去世世代代对咱无好的即个合作，搁有就是要害人即个规则规矩，看到即个法律，伊用三个规矩，就是互恁真艰苦。伫第一章，咱看今仔经文头前，第一章第8节到14节，互因愈艰苦，茫互因愈艰苦，因就人愈少，互因袂活遐尼久，总是上帝甲因伫地。愈艰苦，因愈活愈有快乐，愈来愈健康，甚至因的一个希伯人的查某妇人人比埃及的一个妇人人更较勇壮，因为伫个即个山坡啊，第二个因就是只要若生产，看到是查甫婴仔，就该吸落水的，总是即个山坡无安尼做，啊，法律就生气讲，啊，是安那我叫你讲查甫就爱甲，只要若接生查甫就爱甲吸落去，啊，恁来拢无？这山婆讲：“哎，啊无法度啊！啊，因拢足勇壮的啊，无亲像埃及的妇人人啊，我去要甲生人，伊就生出来啊，无法度。你捌去互针对无？这就是被针对。你去到公司，你去到学校，你嫁到一个家庭，你去到一个社区，别人拢会使，就是你袂使啦，安怎？就是要查你的小啦。”别人拢税捐处无问题，但是一个考啥物会咯，定定去收到迄落，讲伊老爸借伊钱，孝单迄落税单，你被针对吗？我捌伫咱的教会中间听到一个兄弟讲，伊伫个公司被针对。我帮助咱教会一个青年，2年前，伊伫个工作的所在，他被针对，目睭金金，逐个看。就是看你有做毋对无？就是要甲你安那激闹车奔斗，总是有主介伫地被针对。我要讲，恭喜你，除非你做了无好，你若是做了好，你甲上帝徛公平。你被针对，你被针对，安尼你就有机会，因为咱的主甲你伫地。人就看见你做好的所在，因为你无去用针对你，人毋知你做了好啊。你被针对，人就知哇。阮这个青年就是安尼，被公司规公司针对伊，你也发现伊做了赞啊。本来咧下骹安那明星啦，迄号做啥物鱼？咸鱼好食，上帝有这个快乐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小狗应来免烦恼，做伊小狗应来无要紧，因为咱有啥物？有主伫咧咱的船顶，
就有一个气力，互咱会当来换新。搁一种用是群花的用，这种群花用，咱要讲，有当时是毋是别人，是咱家己。是要安怎讲呢？咱看到这段经文，咱要看伫创世纪的所在。咱知这个约瑟伊要伫埃及的所在，伊的老爸要过身了后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要原谅伊的这兄哥，因为伊兄哥甲伊以早对伊无好。针对伊，搁甲伊骂去，但是上帝安那有一个能力，什么能力？咱来读这句经文敢好？请。恁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，要保全济人的性命，亲像今仔日。恁的意思是歹，针对你的人的意思可能是歹，总是上帝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济人的性命。亲像今仔日，兄弟姊妹，人要害咱，人的意思是歹，无要紧，免惊啦，你甲呛声无要紧啦。总是毋是安尼吼，心来呛就好哈。是啊，人讲，传道恁知我的囝我有一个至亲阮三更半暝拢找无伊。甲家长人早起，伊才转来，我才发现讲，因为伊遮有一个老岁。我讲是安怎晓？伊讲伊去去迄落用刀足尖的，甲伊刺的遮，叫伊爱讲伊的朋友到底咧倒。你知影吼？国中的学生安那，就有安那义气的啦。我无爱讲是无爱讲，我咧惊你啦，没再怕你啦。遮就拄入去啊，好佳哉无拄着一个大火光。是安那？因为伊咧路行时去向扭去的车，去一个所在，迄个所在是庙的，就甲伊讲：你的朋友即马咧倒？我要找伊，伊就是无爱讲，就是无爱讲，就是无爱讲，就是无爱讲。伊讲好，互你转去想，但是你袂使报警哦。过两工，伊甲阮讲，阮足惊的，阮就祈祷上帝，要安那？要互伊去读册无？嘛是爱互伊去啊，去读册。过两工8点外暗时8点，阮咧做祈祷会电话，紧的，我即马吼去用掠的一个车，怎啊电话转去啊？阮心足惊的，阮要安那？上帝，你爱拯救你的囝！佫无偌久讲，我即马伫咧倒位？阮阵佫转去啊？阮阵翁仔某两个车开的去伊讲的迄个所在，西。伊也无讲地址安尼，迄阵也无卫星导航啊，迄阵iPhone 也无讲会使追踪 iPhone 对无吼？即马就有法度啊吼！哇，迄个所在安尼，你哪有可能啊？大海捞针，迄个大海捞针，阮阵落车用行的，行走祷告，对迄阵才开始啦吼！有效无？感谢主有效了，因为阮看到乌多摆规排。佫看到足吵闹的，但是吼，这个时阵爱冲入去讲，无你惊你无？爱无？会使袂使？会使举手？我无举，我毋敢。阮祈祷上帝，佫祈祷上帝。阮就拿去路边讲，主啊，要安那？是毋是马上敲电话叫警察？无偌久的时间，行来啊，行来。迄个啥，我心肝宝贝啊！主就是安尼，伫风影中间，伊人的意思是歹，总是会当改换人的性命。所以我一个宝贝，即马要帮助真济的人，总是伊有爱伊突破的所在，因为伊嘛会惊，伊家己佫陷入迄个深坑内面，毋敢突破。咱看到一个希伯来。咱看到这个希伯人嘛共款，哎呀，我煞袂晓用呢。这个叫我饲一个煞无去。敢有法度，啥物人甲我救？会当互伊有多谢你。好，咱看到一个希伯人，因为约瑟，伫个创世纪50章，佫过来要讲啥啦？因为约瑟无可能活永远对无？
下骹即句咱来读敢好？请。带领对接所在日上天，教伊唱作英文，互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队。这是约瑟要死以前讲的。伊讲：我的棺材吼，你毋免即马甲我送去迦南地，上帝应允的。我要甲恁伫地，因为我知有一天恁要转去，有一天恁要带我转去，所以恁即马毋免甲我带去。你等甲你有一天，因为即个上帝安那的确看顾恁，上帝的确看顾恁，上帝的确看顾你。等几年？400年。400年，只爱伊的后代伫高山，过了真舒服。虽然哪来哪毋捌约瑟的人愈来愈多，伊的祖先的人愈来愈多，哪来哪艰苦，甚至拄则人有讲，叫伊做苦工，甚至啊那生囡仔的时阵，查甫婴仔就迄角，甚至啊那已经生出来的，只要看到咧哭的是查甫婴仔，就迄角。安尼还阁无想要行呢？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是毋是有通仔心嘛是安尼？知影咱的生命中，咱爱突破。我无阁爱过安尼的生活，我毋知影迄是啥物。总是有互你无自由限制你、辖制你，互你无自由，你无想要阁行共款的路。我无想我的家庭永远拢吵吵闹闹。我无想我的爸母，也是我家己的家庭，拢是讲无两句，就有人讲你要跑啊吼，无咧惊你啦，歹势拜托，毋好讲，毋好用，无咧惊你用伫个遮。家庭就翻就冤家，无咱要来改换新的敢好，咱毋通暗时祈祷拢讲主啊，我有800条，我明仔载吼要无共款。总是甲天光的时阵，佫行共一条，佫行旧路迄条，敢好？莫，咱靠主耶稣，咱突破好无？不管咱几岁，啥物事你即马限制你，互你无法度佫较突破？主要互咱靠，因为咱即条船顶头有上帝甲咱伫地，咱对上帝有偌济了解，咱就偌济信心。咱要话讲，无得惊你，就会有偌大声。守约一个互咱自爱的上帝，伊毋若守约，伊阁安那互咱自爱。咱看伫经文中间，利未人安那伊生一个查甫囝，因看到即个囡仔真水，就甲囥的。即个时阵算起囥即个囡仔是安那，是真危险的哦。因为违反即个法律的命令，甲囡仔藏起来，因嘛是性命会有危险。总是因会记咧一句安那，会记咧即个上帝是甲因守约，是爱听因的上帝。守约毋是干那守约，佫听因。我的先生咧做生意，有一个人真够做生意咧美国，伊是犹太人，伊捌甲伊讲一项代志。伊讲因迄阵因斗阵来犹太人，伊有一个朋友。来去到美国的时阵，真看圣经看啊足透底，看到暗时嘛做梦，敢若约瑟同款。伊有一天就甲因讲：我做一个梦，上帝讲要互我一间厝，足水的厝，佫有花园，佫有游泳池，佫伫啥物所在？因遐个对一个犹太人拢甲伊笑。你梦做梦，毋通安那毋通妄想啦！伊讲无，上帝是守约、施慈爱的上帝。伊一定听我。毋知当时无要紧，当时我拍拼，咱知犹太人足认真的，嘛足认真看圣经的。伊讲完迄天下晡，伊就看到一个报纸写启示，豪宅都符合伊做梦看的。售价偌济？美金1箍。
有人哈哈吼，因的朋友甲笑，无可能啦！你去你毋好强害哦，迄这一定是陷阱，伊就去啊！啊，伊转来的时阵，真正摕到一个，无法度马上摕到迄个所有权状，总是伊摕到一个讲确定成交，美金1块，卖怀疑。做中介拢皱眉头，拍歹行情哈，无法度，问发现啥物代志？因为这个豪宅，伊去的时阵看到是一个贵夫人，你要买吗？要，好，1块钱拿出来。啊，1块，真的吗？1块？哎，1块，你蒙几波？你有没有1块？没有的话，我给你。啊，好久的代志，家伙，有1块，一定爱。好，来，律师，来，房子过户给你。伊怎啊心情好奇，讲发生什么代志？发生啥物代志？伊讲伊的翁婿拄好过身，伊甲伊翁婿有一个立约，立啥物约？因为伊翁婿有啥物山？有啥物山？有小三啊！啊，伊心内足气的，吼！啊，伊要过身的时阵，因翁就讲拜托的，你爱财产拢互你，总是你爱互伊一间厝，互伊一间厝，这间厝是我甲伊住的。啊，你甲卖钱，互一个小三。亲爱兄弟姊妹，立约真重要。总是若你甲你立约的毋是主爱吼，你这个约我看卖约。总是咱这个上帝是安那？是恩，是主爱，甲咱立约的上帝。所以咱相信伊，伫咱的尊顶有上帝，咱就免烦恼。那安尼，上帝要来照顾、看顾咱，遮尔细的所在，咱看，这个婴啊，放在互伊妈妈用心，放在这个鸭仔的内面、篮仔内面，这个篮仔这个原文的意思，甲咱的创世纪这个篮仔这个船是共字哦，而且甲篮仔迄船共款啊呐，共款用一个点仔架，共款来甲伊喂。就是莫互水流入去。上帝看顾，安怎看顾？甚至阁找见伊的啥物？伊的查某，伊的姐姐，吼，来甲伊的中间，讲我去别人来遐，甲你这个法律的查某囝，讲我来找一个年母，互你啊来养饲这个囡仔刚好，因为法律的查某囝还未结婚。伊无年通好来饲即个囡仔，上帝看顾遮尔细，互伊伫楼船楼甲法老的查某囝遐拍开看，阁互伊哭了后哭，还阁真古锥，所以伊怜悯即个囡仔，即个法老的查某囝怎啊甲留咧？阁请即个本身伊家己的亲的妈妈来养饲伊。哎呀，这哪有遮拄好的啦？哪有遮尔拄好的？讲你去找一个人来，我阁互伊钱哦，来养饲家己的，哇，遮拄好，遮拄好，安那拄好？你看，这个法律遮尔高在上、有权柄的人，要害人，要针对要害人，总是安那？上帝哇幽默，来救伊的民族，用啥？2正的妇人人哦，今仔拢是妇人人哦。一个利未人的妈妈，是毋是？啊个一个囡仔的姐姐，啊个啥？上讽刺的就是啥？法老的查某囝啦，伊家己爸爸命令讲要灭，啊伊安那救，而且甲伊对水的内面救起来。兄弟姊妹，人生中间真济危险。风影，咱有时真诶会落落水内面。你袂晓收水，无要紧，上帝要对水内面甲你游起来，这就是咱的上帝。奇妙的上帝，透过这个人摩西一生，伊一个人生中间完成这样一个代志，就是有关这个约。继续应验上帝伫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约，
透过摩西继续应验。救恩的历史，摩西会使讲是以色列的救恩。接落来就是要看圣经，咱对摩西五经，也就是对一个摩西。咱来看，人真侪人对摩西五经有真来听见上帝的声音，甚至咱看上帝主权伫摩西这个所在诱起来，本来伊是敢若乞食共款，要死的人，总是上帝甲诱出来，互伊成做一个埃及王子。讲明上帝要用每一个卑微小可的人，就亲像我，亲像你一样。你感觉你家己卑微小可吗？上帝要甲咱伫底，咱的船顶若有上帝甲咱伫底，真正咱会当靠主，会当有一个属灵的交锋，咱会当伫个即个所在，甲主斗阵，有一个精彩的人生。每一天对咱对遮转去，就要来甲咱伫地，咱人生要活出迄个精彩。我的查某囝甲我的大汉囝同款，伊的新皮肤炎足厉害。我捌讲过，我的囝去游泳的时阵，去学游泳的时阵，迄个家长拢看到阮囝的即个皮肤，10几个人讲，安尼阮无爱甲伊共班，互伊一个人一班就好啊，因为伊个足太高的，所以我的囡仔规身躯拢包甲冚甲目睭睭。我的查某囝搁较厉害，伊若是身躯手看，拢是流血水啊，拢迄落白像白甲迄大腿拢迄落伤口拢遮大大，拢袂好，搁流汤，搁愈来愈高，所以伊拢毋敢上游泳课，总是伊真贤游泳，因为阮要训练伊，海岛型的，搁训练伊游泳对身体真好。总是伫个伊6年的时阵。要游泳比赛，因班上拢无人会当去登记游泳，因为因拢无啥会晓游泳。全校的比赛，因即班看起来就是要无人通好去比赛。伊迄天真艰苦，甲我讲：“妈妈，我敢会使去比赛？”我讲：“你真正袂吗？”因为伊普通是游泳课，伊拢毋敢，因为伊若要游泳，人拢会看到伊的骹甲手，因为伊知搁去用笑过。所以伊毋敢，总是即天伊决定讲妈妈，我来写联络簿，所以伊就写我100公尺游受几秒，哇400公尺受几秒，写互老师看。老师过顿工看到一个，惊一个，有影无影？因遐同学安那，迄查甫的吼，真迄落臭抽啊，甲讲安那，老师，互伊去游泳，人看到伊的皮肤吼，无人加落去，咱就第一名。咱听了会笑对无？我的查某囝甲妈妈的心听了艰苦。阮祈祷，阮暗时斗阵祈祷。我的查某囝讲好，我明仔载我就要游泳。我讲你确定？你若确定，你家己决定的。这后壁你若互笑，上帝家己伫底，总是你爱想好。人生的风景，别人的喙你无法度甲伊。对无？别人要安那要，你无法度啊。但是你会当你家己，你若无你的稳准，别人无法度伤害你；若无你的稳准，别人的声音无法度来抵到你伤心，是因为你家己。上帝甲你伫底，好，过顿工真正要比赛开始，伊拢迄衫毋敢脱起来，甲要徛起的时阵，要出去伊才摕起来，伊摕起来。一行去哩，迄个比赛的迄个场面啊，大家哇，无一个所在是好的。有家长就讲，在边仔讲，这妈妈哪会要互游泳？迄拢空喙啊，迄游泳池有氯对无吼？伊疼迄足生的啊，这妈妈是有够无良心的啦，就足侪话啊。但是阮查某囝靠主。无举头，伊也是毋敢举头。伊干那专心，主我要为你游泳。伊要听比，伊就向前行。比落去，收，搁转来，第几名？无重要啦。重要是啥物？
伊脱脱。重要是啥物？伊后边拢敢穿短裤，伊以前拢毋敢，尾也敢穿裙，因为伊知，伊身躯有上帝听的印记。感谢主，咱的人生有上帝印记。兄弟姊妹，咱是毋真久无这个勇气，无这个火热的心？后礼拜刚好，后礼拜咱有一个陈建岳牧师要伫咧咱中间。我听过伊的见证，因为伊的囝甲查某囝拢是我的倒数的同学。伊安那互上帝信心点火，互伊的教会，上帝的教会照着伊，互这个已经教会会当兴旺伫高雄长老会呢，日日有信心的作为伫中间，神热奇事伫迄个所在发生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迦南教会有上帝一只无？有。阿门。咱嘛要经历信心伫咱中间，虽然咱即马心有当时感觉无烧无冷啊，总是主听见咱的声，信心要伫咱的心，要来点火，点热这个火，咱要为主跑走人生路，无得惊，因为主伫咱的尊顶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；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；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阿门。咱三甲来祈祷，主，阮感谢你，是因为你伫阮的尊顶，主，阮就无惊吓。阮所倚靠的是主你大管联，阮所倚靠的是主，阮是你的囝儿。主，阮要感谢你，你拯救阮，你拣选阮。主，阮人生中这个时，阮知你所听的囝儿拄着真济困难，伫风雨中，主总是你要应允，你要应允讲，我所听的囝儿，毋是看风影，是看创造风影的主。主，你是超越这个困难的主。主，阮感谢你，应允要甲阮伫地，永远伫地，阮就无得惊，无得论呢。主，阮感谢你啊！伫教会，伫迦南教会，主你嘛伫遮掌管，你真做阮的主任牧师。伫主任牧师还未来进前，主，阮就听你的声音。你是阮的尊长，主，阮对你来行。阮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，要安尼来祈祷讲：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予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伫带阮入地市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